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，我係胡嘉日老師。唔知道各位同學有冇聽過老派約會之必要呢？好可惜，我今日所講嘅並唔係歌手張天賦嘅歌曲，而係台灣作家李惠清嘅散文集。呢本散文集，佢裏面內容包括有散文、小說以及敘事詩，從女性嘅視角出發，講述都會女性對於生活以及愛情嘅深刻睇法。老派約會之必要既係篇名，亦都係書名。與其由我哋介紹，不如我哋一齊嚟睇下呢一段節錄嘅文字。喺書嘅封面上面有一段文字係最為點題：帶我出門，用老派的方式約我，在我拒絕你2次之後，第3次我會點頭。不要用 MSN 敲我，不要臉書留言，禁止用 WhatsApp 臨時問我等下是否有空。我們要散步，要走很長很長的路，只有在散步的時候，我們真正的談話，老派的談話。我們今晚因為相愛而懂得狡猾的老派的。相信唔少同學嚟到呢一個位置都會諗，點解以上呢段文字咁淺白嘅呢？其實都同我推介本書嘅原因係有啲關係。其一，文學有好多唔同嘅表達方式，有時候從女性嘅視角嚟睇咧，會表達到一種獨有嘅細膩情感。咁而相信好多高中嘅同學都睇過一篇文章叫做《孤獨的理由》，睇過之後相信都會有所共鳴。而男同學，你哋都可以從呢個機會嘗試代入一下女性嘅視角，了解一下現代女性佢哋獨特嘅愛情觀究竟係點樣嘅呢？而本書簡練嘅文字，其實正正就係我最欣賞。有時一啲簡單但係又巧妙嘅文筆，唔需要太多嘅雕琢，看似好簡單平淡，但係其實蘊藏住好深厚嘅情感。而最後，大家亦都可以諗下資訊科技喺我哋現代愛情，甚至乎係人際關係裏面所扮演嘅角色。而家我哋想從零去認識一個人，好多時候都係先從社交媒體睇佢日常照片，好快就可以了解到佢嘅生活，甚至乎係連佢嘅過去都一覽無遺。但各位同學有冇諗過，喺呢個過程裏面，你所認識嘅究竟係佢嘅本人，定還是由佢刻意經營出嚟嘅形象呢？冇錯，我哋而家一切都講求快捷方便，但係唔係習慣咗快就忘記如何放慢步伐呢？同學們，所謂老派嘅約會，不妨從呢個機會深思一下，究竟點解啲老派舊式緩慢嘅事情係必要嘅呢？亦都可以趁呢個機會諗下，點解作者唔希望男方用 MSN、臉書以及 WhatsApp 臨時去問佢是否有空呢？咁如果各位同學有興趣嘅話，歡迎去自己借閱，又或者去購買本書，然後再諗一諗下，究竟題目上面提出嘅意義，以及點題嘅詩句，究竟裏面包含住乜嘢意思呢？我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，多謝各位。